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正过初三公视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苏薇。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咱台湾昨是增加6例新冠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其中有3个人的病毒量真悬，即马当咧确认敢是变种的病毒。另外，指挥中心电子围篱2.0的系统，抓到违规走去参加大型活动的自主健康管理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绝对毋是追踪全台湾人的手机啊，请大家放心。国内阁新增加6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讲，这6个人分别来自英国1例、美国菲律宾各2例、印尼1例，其中案例804英国1男性入境进前有小可10片的情形，因为是英国天气较寒造成。12月30入境了后，提阴性报告，立去集中检疫所，31采检测离确诊。CT 值显示病毒量真悬，而案例805、806也拢在检疫期间出现症状，有这3个人的 CT 值拢在27以下，所以检体拢会做比对，看是不是变种的病毒。CT 值比较低的就是英国籍这位啊，它只有18，那另外805的 CT 值是26，806是23。如果在检疫期间有症状就能够采检的话，那通常它的 CT 值就会比较低。而最近疫情指挥中心头一摆启动天网，掌握罪名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违规去参加大型的活动。不过天网这个名词也互外界质疑，是不是伫对全民来监控？对此，指挥中心甲天网正名做电子围篱2.0，并且强调天网的做法甲电子围篱技术差不多，绝对不是追踪所有的人的手机。电子围篱用的就是他的手机的讯号跟这个基地台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辨别啊，我们都只有针对法律授权的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跟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监测。指挥中心强调，电子围篱2.0敢若针对特殊隔离、检疫，抑有自主健康管理监测，毋是针对全民，也毋是追踪手机内底 GPS。所以讲，若是侦测到有违规的人出现在大型活动的周围，一定会先解扣劝离开。是毋是开罚单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若是民众发现身边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有违规的情形，也拢欢迎检举。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昨下晡2点外，伫澎湖牛大尾海沙堡发现一只活体海龟。迄当阵各方面的生命现象拢抑阁真好，所以就带转去水产试验所观察。由于近期澎湖常常发现死亡海龟，所以在今天发现这只活体海龟时，所有同仁为之振奋，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在海域或岸际发现相关的保育类生物时，能够主动通报118。划船人员到现场了后，使用金仔甲伊含内保持湿度，经过判定是二级保育类的石龟。伫澎湖地区，真侪海域拢会当看到海龟，不过最近煞常常发现死亡的海龟。根据资料，去年因为跨沙救援的海龟拢总有35只，不过敢若救活8只尔。海龟跨沙来看乌鱼，同齐前后是掠野生乌鱼的大龟，不过因为今年的寒冷无够寒，乌鱼一直无落南收过来。好佳在伫昨天拍曝光的时阵，总算传出好消息，有渔民出海掠到9000尾乌鱼，预计会当赚40多万。渔民面上拢是笑容，细鱼渔民。关于2021年元旦报名出海掠乌鱼信，总算伫初二透早带回好消息，9000尾满几只船的乌鱼将年终赚起来。阮弟弟硬要甲伊拼，伊都掠乌鱼有兴趣，所以逐年乌鱼若走到倒，伊就掠到倒，掠到过年前再刷呢。彰化县渔民黄超群，这批乌鱼是伫家己外海掠的。迄阵一转来，阮那渔港落货，民众10尾8尾抢咧景，当然上受欢迎的也是乌鱼子。哇！这把乌鱼好食吼，好食好食。专工来买吼。系啊。受到暖冬影响，海上风险过大，原本应该伫冬节前后出现伫西海岸乌鱼信一直无够，总算伫这波寒流等到大丰收。也毋过甲去年同期比，也是相对偏少。其他渔民都无遐尔幸运，掠到数量甲去年袂比哩。像我的套啊30年，毋捌清几年啊无。都差不多，真正足无的啦，足无的。
寒流来，掠乌鱼的渔民上欢喜，无惊低温风寒，加真歹海上出海掠鱼。也毋过因为量少也愈悬继续，平均捕的乌鱼大尾市价达到1300左右。去年彰化县西渔民也掠到上万尾的野生乌鱼，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今年渔民是掠数百尾的外千尾，状况更加无理想。这阵伫海上掠乌金的拖海人，希望伫后一波寒流来的时阵，搁趁一笔大年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冷空气继续减弱，各地日时的高温超过20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北部甲东北部的云量较济，有短暂雨；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毋过气象局早起有对承德以南10个县市发低温特报，就要较注意咧。开日头了后，日时的高温会到20度，但是好天气敢若到明仔载尔。拜一下晡开始，东北季风增强，而且阁有大水汽。北部东半部会落雨，落到拜五。拜四的温度敢若11度，尤其是北台湾是10个冷，关山有机会会阁落雪。台南梅岭的梅花已经开2-3成，而且梅风步道的芝麻丹也长咧大开，请济民众去赏花。而且天气若是阁继续寒落去，阁过一礼拜花就会愈开愈水。一缕一缕白色的梅花伫树尾走出来，放眼看去，就亲像雪卡伫树枝顶面。数量虽然无济，但是嘛，逐个互人兴奋。这几天因为寒流来，嘛，互台南市梅岭风景区的梅花开始开花，开花量大约2成到3成，搁加上原本的山道，都有3万多丛的紫牡丹。连到第二天嘛，吸引真侪民众出门来看花。都还没有到全开，就是还在慢慢开，因为会基本上南部会晚2到3周的时间，会有时间过来这样子。哦，有听说梅花好像有开大概1-2成了这样。对，好像路上开始车潮人潮都还蛮多的。台南梅岭一向都是出游的热点，梅花更是出名。今年梅花是普遍较延后，主因就是今年的寒流较晚到。不过因为日前落雨，催出袂少的花苞，有期今年花开的状况袂歹，过晚一周花况会搁较好。12月初要有先一波寒流，刺激它花苞苏醒，然后再来就是不能太热，这样它花苞可以慢慢长大。因为今年第一波寒流来得比较晚所以它当然复苏的时间、开花时间就会延迟这样。但是因为天气够寒冷的话，它开花的速度很快，所以下周应该可以大概有到5-6成、7-8成。陆续这样子的话，大概花期大概有2到3个礼拜。到梅岭除了看梅花，梅芳古道两边嘛拢种紫牡丹甲杜鹃花。未来若是天气愈冷，包括山樱花、梅花，嘛会陆续来盛开，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2月。记者郑混蛋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苹果日报》。劳动部的研究发现，大盘线卖、金融保险、律师甲会计师，佮有医疗甲社会服务业等等，这寡行业的女性劳工年共发生的比率是比全体女性劳工佮较悬。说落来是中国时报，声音执法正月初1开始实施，只要无落雨，风速比达秒5公尺佮较低，无分车种、乌多摆甲汽车拢同款，声音超过标准就会开罚。上尾是自由时报，台湾已经开放美国有正肉种的猪肉进口，进口猪肉查验的方式会改做特批查验。另外，对明仔载开始，只要是上班日，政府就会发布进口猪肉相关资讯，包含检验的结果敢是有正肉种。昨是开放有正肉种的美国猪肉进口的第2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去传统市场视察肉品，敢有明确标示产地。不过，行政院原本是指出讲，会对查正肉种零检出的公务员有听取，昨日是改变态度，讲袂为难公务员。内地开放进口，新北市长侯友宜连续2天视察肉品的标示，初二再来到传统市场，确保猪肉甲加工制品大头拢做着明确标示肉品产地，甲是毋是含内底？你拢写啦，你要台湾地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凭证啦。侯友宜表示，泰山公有市场的66间卖猪肉的大头拢已经有达产地标章。新北市总计3828家猪肉店，会在3个月内查翕完毕。以后民众认为，甲标章比起来更加相信有熟悉的猪肉店。我会认他的信用，贴那个标章不代表他的肉就是
有或没有。贴的贴纸还是会问，基本上他们还是要看现场的比较多啊。因为他们很怕说都不是台湾猪的话，我们要很多证明给他看。行政院进前指出，由来这零检出的地方自治条例违宪，并且碍着中央的法规，执行查级的公务员强行上顶界，且又各界讲袂为难公务员。侯友宜是强调，家己也做了30多年公务员，支持公务员按照相关的食安法令。在很多的相关法令仍然有部分还没有非常完整底下，我会全力的、努力的鼓励我们的所有公务人员勇于认识，我会当他们最大的后盾。你是不是支持新北市议会对中央的要求提出改写宪法？侯友宜讲，新北市的最好应该做代志，相信市议会在守护市民的健康，一定会提出相关的法令改写。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摇得滚价，全球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400万例，死亡人数18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是增加6个病例，目前是805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8000多例，日本超过24万例。目前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000万例，印度也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771万例。欧洲迄边，法国超过270万例，英国也超过260万例。英国正式伫今年正月初1脱离欧洲联盟，真侪往回欧洲甲英国交通出入境的方式拢有改变。有民众就烦恼讲，英国甲法国相通的海底磅空会因为出入境的检验来大塞车。不过这2天过境的情形还算正顺。卡车豆豆为港口驶入渡船内底。2021年的头一天是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头一天。法国的货运卡车坐着为法国加来港口前往英国的头一批渡船，准备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多佛港口。那渡船阁会经过英国法国边境的头一班欧洲之星列车，马为英国伦敦顺利到法国的巴黎进行相关的入境检验。I think most of the checks were due to th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rather than Brexit necessarily. So, and even with the COVID checks, it was still, showed our documents, and it took, 3 minutes instead of 30 seconds. So it was all okay. 我伫协商的期限进前，英国甲欧盟完成了达到70页文书的履行贸易相关协议，这代表双方下境的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会增加。外国媒体报道，英国甲欧盟差不多有70%的贸易往来是经过法国的加来港口甲敦刻尔克港口，每一天平均会有6万名的乘客甲12000台卡车利用英国、法国的海底磅空。伫正式脱离欧盟之前，有民众烦恼海底磅空会因为出入境的检验发生塞车。到正式实施的头一天，已经至少有200台货车利用磅空顺利出入境。Happy that we've left. I think we've now got control of our own destiny, and we haven't got to pay any more money to Europe at the moment in time. So yeah, happy that we've left. 只是即马英国疫情继续拖，英国脱欧嘛代表相关的防疫规定会脱离欧盟的规范。真侪英国媒体嘛分组亲近欧盟，甲怀疑欧盟的派系，分析脱欧以后的好甲歹。公司新闻的是龙编译。转来关心甲咱台湾有关系消息，美国参议院伫正月初1拒绝美国总统 Trump 的护国权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专案生效。这部法案唔但牵连到7000亿美金的美国国防预算，嘛影响到台湾甲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国会参议院伫美东时间初1对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推翻总统川普的护国权，和专案生效，也是川普任内头一摆互国会复权。We've passed this legislation 59 years in a row, and one way or another, we're going to complete the 60th annual NDAA and pass it into law before this Congress concludes on Sunday. It's a serious responsibility, but it's also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dir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ies to reflect the resolv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evolving threats to their safety at home and abroad.
因为川普不满法案中无包括修正通信断证法230条的内容，伫法案通过，川普发文批评参议院做出可比的决定。不过，这个法案关系7000多亿美金的美国年度国防预算，将影响全球战略，也包括美国停台抗中的声明。学者分析，甲伊往比2021年的版本更加强化美台合作关系。在法律生效的45天之内，美国的国务卿要向参众两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进行报告。报告在行政部门如何去履行台湾关系法，还有过去的一些支持台湾法案上的落实的程度。李大中指出，国防授权法多数内容只代表国会意见，也爱看前提美国总统甲行政部门安怎落实甲政治代表关系。美国国会将伫初六清点各州选举人票，确认总统大选结果。台湾初二下到几个团体上街游行，看海支持抗中的川普。对台湾来讲，这么好的总统给台湾呢有11次的军售包括通过了非常多友台的法案。民间团体表示，希望川普继续反制中共，保护台湾，也将经济发函邀请川普访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猪肉正拄开放进口，新北板桥有便当店宣布讲，有猪肉便当一粒买起10块。消保官调查了后发现，这间便当店原本是用加拿大进口的猪肉，但改用咱国产的，成本也悬，才会起价。小辣店外口人客真多，有伫板桥这间有名的便当店，中昼12点半人客也真多。不过，这的猪肉类便当是拢起价咯。老板，我要叉烧双拼。后面有没有有奖10块呀？哈，95。门口大介绍猪肉类便当全部拢是新的标价，讲是用国产猪肉其实起价。有消费者认为拢是开放来克多巴胺的猪肉做成的。原料了起啊，做起啊。你会当接受呀？啊，那我做，啊无嘛是爱食啊。你即马台湾这一直起价，我就逼人去食来煮嘛，是不是安尼？所以你感觉是政府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啊，这不是百姓的问题。起价消息伫网络上一直传出来，也有新北市消保官来调查。初步了解，业者进前使用加拿大猪肉，政府开放内地了后改用国产的猪肉，两者每公斤价小差50块，这起价来反映成本。加拿大猪跟台湾猪的确实有一个明显的价差了。初判的话，应该是还不至于构成所谓的联合行为，或者说什么恶意的涨价这样。那个成本的考量，我们就逼不得已，一定要这样微调5块或10块。要小食大便啉，无回汤买压力。伊向使用国产猪肉的大头讲，这阵国产猪肉是真好买，大家拢要买，无一定买会到。这阵啊，只好电来甲人客来解说咯。伊也要退，伊也要退，毕竟它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了。就要去用进口的，不可能，就干脆不要卖了。农委会表示，今年猪价并无正常，去年因为疫情造成消费量较少，价销较无好。今年拍卖价销转来到每公斤71块左右，有可能是线卖迄边起价，可能是店头对较早就使用进口的猪肉，即阵改用国产的。要不若是店头在开放内地前后，拢使用国产的猪肉，安尼还阁起价就无合理咯。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南投，南投真正咧做石，当地嘛办一个全部拢是花草的花石，这嘛是配合做石无杀生的传统，让民众来遮看水，也通感受到埔里已经有120档的做石传统。这段布袋戏人灵人师，互发牌，祭典乐器，阁有门神，你无看唔到，甚至连看到的杂出菜，拢是用花草打造起来。这是南投县埔里镇所举办的秋季花卉展览，也这回展览拄好当着12档一摆的基安清酒活动。所地主办单位专工将花卉展览和宗教文化结合做伙，利用埔里在地花艺打造花石。90%以上拢埔里的花吼，啊结合这个宗教，会使讲全国吼独一无二吼，啊足有看头的吼，啊尤其是也有一个这个花轿吼，遐所有内底你甲看遐杂出菜吼，拢总是用花落去做的。花卉展览毋但结合宗教活动做花石，佮配合清石毋杀生的传统，主办单位特别安排无肉市仔，吸引真侪出名的业者来到地摆档。毋但有接看、接食到的素食，佮有现时当时行的食物素肉。经过新意的料理方式，食起来有无共款的感觉。有食有掠，佮通兼顾环保，是大大受游客欢迎。因为之前就有吃过植物肉，我个人觉得这个口感还不错。爱护地球嘛，对环保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
而且可以再把它生活化，让大家都可以就是针对这方面来做。展览主要展示地方在地花草，互民众看水。主办单位也伫室内传茶、传咖啡，要互来到地民众食青。伫室外办无共主题的市啊，配合历史百日冬的清照仪式，就是望来到埔里参加活动的民众，毋但赏花、赏市、赏趣味，也感受地方深搁高的中国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来听流行音乐，韩国的流行音乐 K-pop 伫东南亚嘛真受欢迎，所以泰国的娱乐产业都用韩国培训艺人的方式打造泰国的女子团体，而且佮结合在地特色，希望会当创造出有特殊风格泰国流行音乐 T-pop。跳舞的动作真精髓，造型曲风拢甲韩国的女子团体真同。韩国的 K-pop 伫咧东南亚真流行，是内地三大市场。为了要抢市场，泰国娱乐公司依照韩团的模式推出家己的泰国女子团体 ，MV 上线2个月，观看次数就超过660万。This is our name, Lyra. สวัสดีค่ะ Lyra ค่ะ。虽然讲是学韩团的模式，不过伫咧音乐内面要加入泰国的乐器，这就是曼陀林加挪威口琴。And I don't think we at Lyra are saying that we're T-pop or this is what T-pop is. I think we're just trying to make music that identifies with Thailand and trying to show that to the world as best we can. 因为疫情，成员无法度集中训练，只好透过视讯远端培训。唱片公司另类操作，用网络转播训练过程，吸引真侪 fans。จะเดินไปกับเขาสุดทางเลยฮะจะส่งให้เขาไปถึงระดับโลกให้ได้ถ้าเป็นไปได้ จะช่วยทุกอย่างช่วยกระจายข่าวสารช่วยรีทวิตช่วยซัพพอร์ตเรื่องสินค้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อย่างเช่นเสื้ออย่างนี้แล้วก็มีแผ่นซีดีไลล่าผมก็ช่วยทุกอย่างฮะอยากให้เขาได้ไปถึงระดับโลกให้ได้เหมือนกัน虽然 T-pop 是受韩流的启发，起步较晚，不过我相信家己拢有网络的声量，加泰国伫咧英语的优势 ，T-pop 团体准备要行向国际舞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理在，今仔日冷气减少，日时的高温超过20度，不过明仔载下晡会阁变天。北部、东半部会落雨落到拜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1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10度到23度，南部地区是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4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8度到1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